许我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甘愿互主引带”。来，甲咱大家幸福的兄弟姊妹，大家甲恁讲平安。真欢喜，搁一摆，加拿大2礼拜我过来，所以这个真正大。我听2队的圣歌队，听了真感动。咱伫敬拜中间有遮尔好的歌班来引带咱敬拜上帝、歌乐上帝。我是感觉讲特别，感觉讲上年圣歌队遐大队，我感觉讲会甲我以为共款接近。所以有亲切感。我是感觉讲咱的圣歌队真好。我是毋茫讲会甲即个上年的圣歌队较提起挑战，毋茫会搁较。我今早起爱甲咱三甲来想的圣经节，是我想咱大家拢足熟的圣经节。总是我特别爱强调我的题目就是讲甘愿互主引带。咱来搁看迄个马太18章上落尾2节、19节甲20节。恁若读到遮，你马太就是读了啦吼。19节讲。所以，恁着去招办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故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末。我特别上帝强调，再去强调，就是上落尾讲，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遮即句世间吼，我哪底家想讲，世间是啥货？世间大概有2个意思啦，一个就是讲时间的世间吼，咱这世间有时间。搁一个意思是啥物？讲咱的人间，人甲人的中间，这个世界。这个世间，即句话吼，是台湾话的特色。英语的圣经还是希腊语的圣经，伫遮是讲世界的落尾，迄个时的落尾啦吼，毋是世界，时间的落尾。The end of the time， 时间的落尾。咱这世间就是包含时间，也甲人甲人的关系，人甲上帝的关系，可能嘛是会使讲是世间。这个我爱搁倒转讲，所以恁着去传福音。伫遮第19节，伫遮讲，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伫遮在讲，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伫遮还阁有迄个言语的差别。我时常在想讲台湾话吼，甲迄个伫遮是本来的原意就是希腊语。台湾话吼，足要紧的就是干那，你着爱有迄个音调爱有对，若音调若无对吼，台湾话就害了。希腊语是啥物？因较毋是咧注重迄个音调，因是咧注重迄个言语讲叫做 tense， 就是迄个迄个语气
啊，逐项话是着爱注重迄个音调。啊，我举两个例。较早我还伫台湾的时阵，迄个圣诗的内底，足出名的囡仔的圣诗讲：耶稣听我知咧，因为记载伫圣经。啊，到好的时阵讲啦，是耶稣听我，是哦吼，迄是咧照言语翻的讲 Yes，Jesus loves me。要佫唱起来吼，迄音调就无共款，讲是耶稣听我。迄就是台湾话，你若家发音了无拄好的时阵吼，才变做本来的意思是是耶稣听我，啊，家唱起来，才变做是耶稣听我。迄是一个例，啊，佫一个例啊啦。你若袂晓发音好势，袂晓音调家己也好势，讲耶稣教死人。本来是讲耶稣教死人哦，啊，若袂晓讲的人讲耶稣教死人，迄就是安尼音调家己抓好无好势。我早起爱强调就是讲，而且耶稣咧命令咱讲，恁去传福音。啊，翻译的时阵，家己翻译做讲，恁去传译，咱就得家己命令。啊，其实这若是迄个原文，就是讲。即个讲作现在进行式的命令，啊，迄个安怎讲？甲普通的命令无共款，就是讲现在在进行迄款的命令。啊，我家己想较久，啊，我若捌请教我较早的希腊语的老师，啊，带伫啊过身去。你讲当恁去的时啊，恁去招学生。要招人来做我学生，当恁去的时，意思是讲，毋是讲你着去，啊，伊的意思就是讲，恁在去的时阵，恁着招学生。啊，即只我感觉讲有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意思伫遐，就是讲，恁吼，你我拢共款，你若上帝叫你做啥物，你的迄个你的职业。啊是讲，你的上帝互你的使命吼，毋免讲上帝调你做伊学生，你就讲啊，无要紧，坐到当我读的科学，啊，我读的迄个气管，啊是讲我读的我的专长，甲迄条，啊我来去招万民来做学生，毋是迄个意思。意思就是讲，当你在去的时阵，当你在做老师，当你在做迄个技工，还是在做护理，还是在做医疗，你伫在做的中间，当你在去在做的中间，来招人来做学生，迄个就是本来就是迄个意思，毋是讲今仔日我信耶稣啊，我过去的代志拢甲切掉，拢不管，啊我专心专工来传道你，毋是拄迄个，毋是迄个意思。早起，所以我就是爱甲咱三甲想遮个经营。咱逐摆若礼拜伫要算的时阵，有一项目叫做祝祷。啊，祝祷吼，咱不是爱用迄个保罗哥林多后书13章13节，啊真好记。哥林多后书13:13，底下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父上帝的疼爱，圣神的相通，甲恁三甲伫咧，这就是迄个祝祷的内容。啊，伫遮在讲，迄个三位体吼，主耶稣基督，父上帝，圣神。啊，是伫迄个上界落尾遐在讲。圣神的相通，甲恁三甲伫咧，迄个最要紧，迄句圣神的相通，啊，迄是迄个希腊语的内底，就是咧讲圣神的koinonia，就是圣神的迄个交配，圣神的相通，圣神甲恁灌压，迄款的福气甲恁三甲伫咧，这是就是咧讲
三位一体上帝要甲咱三甲做伙去，三甲做伙行。啊，毋茫恁去的是甲恁做伙去行。啊，有一个真出名的神学家是叫做摩特曼。约翰摩特曼伊讲吼，三位一体咧讲，甲咱指什么？讲三位一体是咧甲咱指讲上帝吼，毋是孤单的上帝。上帝是甲咱做伴是一个真好的伴，好的同伴，最好朋友就是讲，亲像迄款的意思，要甲咱相共伫咧。我伫遮原来爱神煞甲咱提起讲，马太是讲到世间的落尾，甲即时间的落尾。啊，路加，咱知影路加甲使徒行传是上一个人写，啊是讲上一个写圣经的一个 group 写。啊，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啊，伊讲啊啦，讲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做我的工人，就伫耶路撒冷、搁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大、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工人。头拄咱马太是咧讲时间的落尾，即摆是咧讲迄个地理的地极。上帝的圣神临到你的时阵，他拄仔咧讲的马太就是讲，伊要甲你做伙到时间的落尾。即摆，即个路加伫使徒行传是讲，要甲你做伙去到地极。地极较早的人吼，是讲世界是3层楼下骹是迄个深渊，咱住伫中间。即摆楼顶是啥物？讲嘛是水。上帝有当时对天顶吼，甲开窗水就落来。是古早的人的迄个宇宙观，星辰伫迄个天幕遐伫叮当日头尾，迄就是较早的想法。所以地极是啥？讲你即摆航海吼，海是足通惊的呢。即摆海若你行船行了到地极的时阵哦，就安尼跋就煞毋知跋对倒去，所以因拢行海。犹太人特别行海。到地极，上帝要爱甲你三甲做伙去宣扬福音，要招人来做伊学生。遮上要紧的一点，就是你毋知甘愿要爱上帝甲你引带。有当时感觉讲，真侪人吼毋甘愿，讲我都有才干，我都会晓做代志，我都有科学，我都有啥物才调，我哪着你甲我带？这就是伫遮你讲，你若甘愿互主甲你引带，你就伫即个世间，是讲你就伫即个时间的中间，你就伫即个地理的结头，拢上帝要甲你三甲行，三甲定定。这就是足要紧的咱的迄个信仰的核心，信仰的道理。我今早起就是特别爱甲咱三甲来想一个人的故事。我有叫干事甲我准备迄个故事，就是安那我去英国，去7、8摆，从迄个古早咱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宣教师的历史，就是安那遐宣教师用手笔写的批，寄转去本国，后来遐保存伫遐已经真久的遐批信，我去英国甲伊一张一张甲伊翕，
啊，迄中间佫去找着一篇，就是迄个我特别爱，互咱今仔日望恁特别转去以前去摕我所叫人甲我翻译的迄篇，就是伫讲即个甘威廉威廉坎姆，伊来中华买地。啊，这项代志是当时呢126年前，126年前。啊，这个甘威廉来中华买地的时阵，迄个故事伊写伫伊的迄个批信的内底。啊，迄个故事真趣味呢，就是咧讲上帝甲伊相甲伫地。啊，伊虽然无写即句话讲，我若甘愿互主引带，总是其实就是主伫甲伊引带，所以伊才会当去买着即个即摆彰化教会迄片的土地，都是126年前买的。啊，即个甘威廉是安怎刣买着迄块土地？迄块土地真歹买着，彰化人哦，照甘威廉的迄个印象哦，126年前，彰化人足歹啊！啊，彰化人哦，改册红文番啊，啊改册番仔教，哦，啊改无爱遐基督教的人，还是讲遐台湾人去落教，伊改册。啊，是安那？即个甘威廉来到彰化，啊，伊是对大社的教会遐个人甲伊带来，啊，带来到彰化去看到迄个叫做西街的一片土地要厝，啊，看到价50块互厝住。即摆搁去别类团队里遐去大社，啊是讲后来搁来的时阵，我毋卖伊啊，50块甲伊开了，啊，我卖搁无要卖伊啊，因为安那厝边隔壁彰化市的人哦，拢无爱伊卖互遐番仔教。啊，甘威廉足受气啊！毋然安尼呢？照伊迄篇的内底咧写，就是讲，即摆遐个番仔教的人吼，出去外口，伊着甲地啊要甲拍，啊含即个甘威廉伊带伫一个番仔店吼，阮较早旅馆就做番仔店，啊对遐出来，啊人着甲地啊是讲一暗，啊摕迄个火把啊来要甲伊赶出去，要甲伊拍。啊，甘威廉，这苏格兰人、英国人讲你吼，暗时已经1点2点嘛，恁应该就转去困啊，毋通带遮迄个对恁也无利的。啊，迄摆早就是甲伊放掉，讲阮要过来，阮即摆若过来，啊，互你歹看。后来。伊伫要买迄个土地吼，伊想到无办法啦，就要去找迄个地官，地官就是县长，哦，迄个时代迄个彰化县，迄地官，遐个人甲伊讲无效啦，哦，啊，伊亲身去，伊头仔派人摕伊的名字。啊，去1摆2摆，啊，拢无效。上落尾，我想讲好，我家己来去甲官厅来甲伊求伊的帮助。啊，伊去的时阵啊，咱呢？啊，伊入去的时阵，咱就得甲讲无效啦，伊无迄个遐彰化的人对教会里面足反感的。啊，不，教会里。去到内底遐吼，啊，去看到迄个机关，迄个县长和机关咧大所在，那就伊有看到甘威廉，啊，所以甘威廉入去的时阵，啊，就甲伊指教。啊，故事就讲对，过8年前，就是
1878，高桂林来台湾是1872，啊，所以7年后1877来，啊，所以1878，高桂林上帝甲伊传，咱嘛毋知影讲啥啦台迄阵高桂林去恒春关迄边去啊，伫巡视，还是讲去伫传道理，啊遐带一寡遐个无开发，有人讲因是一寡番仔带伫遐。啊，不高桂林遐伫传道理，啊看着讲遐有一阵人伫海边，啊有真大的叫做啥？繁花。啊，后来才知影着讲遐有一只船，啊是后来才知影讲迄是美国人的船。咱是就伫遐有啥物款足奇怪的代志？人若要去甲伊问讲啊，有啥物阮会当甲你帮忙无？伊甲你拍者，甲你扫机关者，互你袂当活。迄个情形，毋知影若拄到袂入去啊。后来才知影着讲有2只美国的船，美国人的船，啊，将一只要甲顶，拢互伊顶。后来果然有影一只船拢互伊顶。啊，高桂林也无想讲特别是安怎，就是对恒春后来倒转去到打狗的时阵，恁知影讲打狗就是高雄，啊，就去到港口的时阵，哦，一寡人有讲有3只军舰，大概是英国的军舰，还是美国的军舰，啊，一寡人住迄个港口遐，住遐伫等待讲特别爱有一个法庭。啊，咱知影讲较早清朝的时代吼，无平等的条约，啊，所以在红门反啦做啥物代志，还是讲欧美的人啦做啥物毋对，清朝的官袂当开心咯，都爱叫迄个英国的领事伫领事馆遐开心。后来，即个高桂林知影讲啊，伊听着讲这就是迄个美国的船长在告啊那呢，告讲台湾的人吼，在台湾的反啊，或者台湾大家嘛对英美的人看嘛是反，讲伊家己弄破船啊，家己抢，啊所以吼特别甲清国求赔偿啦。啊，迄个时阵上界烦恼啊，上界爱人帮衬的，就是恒春县的知县，恒春县的迄个县长。啊，恒春的知县，迄个时阵，甲得到即个高桂林去作证，讲无影，即个台湾的人无甲伊弄破船，无甲伊抢，迄是迄个船长家己去。叫人甲伊弄破去创互伊顶的，啊，所以后来台湾人胜诉，啊，即个美国的船长掠伊关，啊，迄个时阵，迄个恒春的知县，就是即马即高桂林去咧找彰化的知县，讲来彰化拄1年，足欢喜的。迄知县嘛，种后来看着我啊，这就是迄个好朋友高桂林，啊，所以这个知县就甲伊帮衬，讲你到底是有啥物？伊甲伊讲我要买地，啊50块定金互伊啊，啊伊无要互我，叫伊来，叫伊来就甲骂甲伊讲你无买袂使，啊后来还佫几若摆去找。知县总是后来迄项买地代志得到成功，啊，照我看迄个记录是10月31日迄阵，咱就就是去摕到迄个所有权证，啊，迄个地才变成做基督教的迄个
今仔日个中华的教会，到威廉伫台湾哦，无足好过咧，伊足侪摆，他拄仔咧讲的即中华伊遐遐互人拍人迄个，互人捌互人进石头，恁则摕迄边去读，伊伫迄个盐井遐，人要甲伊放火烧伊安那呢？伫迄个盐井遐，将伊咧困的迄个困包，含伊的衫甲迄对外口一人，就是讲伊走出来，伊甲抬，伊安半暝安尼逃走出，对迄个溪迄个内底去找迄个时阵的地关迄个即个故事内底就是在写讲后来即个中华的地关，佫要刷换即个佫一个地关对要来，迄个地关就是照教会讲，就是讲我迄阵哦，安尼道名险去互杀死，敢若一个内衫内裤安尼来讲，徛伫迄个地关的面前，咱像汤北地，伫讲迄个故事。头拄仔我已经有伫讲，你若甘愿互主引带，即个甘为人拄着遐尼济困难，是遐尼济迄个会使你讲是真险，是讲真 exciting， 真互伊激动的代志。毋过毋免烦恼，主甲你相共提。你若甘愿互主引带，你就万事得到成。耶稣捌讲，恁若信我，恁毋干那会当做我所做，恁含比这搁较大，比这个搁较大，恁会当去做。咱毋知大概，咱在捌音乐的人拢捌一个意大利的 tenor， 伊的迄个伊的出名的所在就是伊真够唱歌，伊唱歌轰动互真侪人感动。所以有两项，伊捌讲两项。头一项伊讲吼，伊毋捌音乐，讲 I do not know music。有无恁捌听着？足趣味就是讲，伊遐好唱歌，伊遐尼捌音乐，总是伊讲 I do not know music， 就是伊在讲就是讲，伊无真正知影迄个乐理啦，伊也无真正知影迄个音乐的理论，总是伊就有迄个音乐的性命。佫一摆，伊在甲人讲我的音乐，其实就是啥呢？就是我的内底有一个火。伊的老爸讲，原来是一个音乐家，真好唱歌。总是伊的老爸无出名，伊在讲我的老爸无亲像我安尼来我内面火。所以伊在唱歌的时阵吼，有迄个火，亲像迄个火在倒会当互人感动。我就是在讲，圣行的意思就是，但是就是亲像安尼，就是耶稣基督伊甲咱应允讲，无论你去到倒位，是讲到甚至到这世间的落尾，我都要甲恁伫咧。是讲你无论去到地极，圣神要甲恁相共去。这个音乐家，这个Luciano Pavarotti，伊的迄个就是讲，我的内底有火。那我唱的时阵，迄个火倒起，互人会当对我的火来感受迄个火，感动的火。
你若甘愿互主甲你引带，主的迄个上主的迄个火会甲你相合。所以你所做、所讲的、所行的，拢上帝的火甲你做伙行。啊，就无论什么大的困难，主替你解决。我就在感觉讲，哎呀，足奇妙的。若毋是甘伟林对苏格兰来台湾，啊，若毋是甘伟林去恒春，若毋是甘伟林来中华买地，中华今仔日无传福音，亲像今仔日。甘伟林若甘愿互主家引带，就有今仔日的迄个招办百姓做学生的机会。所以今仔日我就是爱咱三甲想啊，三甲来，互咱想讲，咱到底着爱做啥物？咱着爱归心，一只甲主讲我伫遮，我甘愿互你甲我带。那安尼，咱会处去的一生，处去咱就咱的厝边隔壁，还是讲咱的朋友，一定会有主甲咱引带，一条好的成果。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找耶稣基督来做阮的救主。来引带阮来行迄个正直、有仰望、有听迄个路，求你赏赐阮信心，互阮会当将阮委托伫你的手。阮甘愿，互你甲阮引带，阮要来的一年，阮无论偌大的风险，阮会当破开。阮要来的一生，无论偌大的困难到，阮也会当甲你三甲行迄个得胜的路。所以求你带阮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